大家好，我係天心堂嘅坤正師傅。新一期嘅奇門遁甲專業班課程開始招生啦。課程嘅開課日期係2026年7月8號。今期課程由我坤正師傅親自教授，每個星期上一堂課，每堂課嘅時間係1個鐘，逢星期三晚上7點半至8點半。課程會以網上授課嘅形式進行，每次上完課都會有課堂嘅錄影視頻發俾大家，方便大家可以喺課後重溫。課程教授嘅係傳統奇門遁甲，內容主要分為3個部分，分別係奇門遁甲嘅基礎知識、奇門遁甲運用喺日常生活裏頭嘅各種預測方法，運用奇門遁甲進行化解同埋運籌嘅方法。成個課程一共有36堂課，除咗會詳細講解奇門遁甲嘅各種原理之外，課程仲會拆解大量真實個案，等大家可以清晰了解斷局嘅思路同埋方法。課後又會安排功課俾大家進行實戰練習，務求全方位幫大家更好咁學習同埋掌握奇門遁甲。有興趣參加課程嘅朋友，可以透過天心堂嘅 WhatsApp 或者掃描呢個 QR Code 進行報名。我哋7月8號課堂上見。